歡迎收睇屈機頭條，我係主持人黃善勇，與你一齊睇時事。我哋立足香港，聚焦中國，放眼世界全部事。今日繼續同我老友、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南華日報社長陳傑博士一齊傾時事。呢幾日有單大新聞，就係特朗普罕見地親自出席美日關稅談判。日本經濟再生擔當大臣赤澤良正16號當地時間前往白宮，先同特朗普傾咗50分鐘，然之後先至同美國財政部長貝森特同埋美國貿易代表展開呢個磋商。日本嘅共同社認為，特朗普親自會見呢個層級比佢低好多嘅呢個赤澤良正係比較罕有，反映出美國好急切地希望喺短時間之內同日本達成呢個貿易協議。即係可見咧，今次嘅談判咧係非常之艱巨嘅。今集我哋講歐盟、日本對美談判鬧後手。傑哥啊，你認為今次咧日本同美國呢個關稅談判咧係採取呢個拖字訣，係咪已經睇穿咗美國嘅底牌咧？其實貿易戰即係叫做打響以嚟咧，咁我一直都覺得我哋國家嘅回應或者我哋國家嘅部署咧，真係要點讚嘅嚇，做得好好嘅。尤其是係美國係咁喺數字上面玩遊戲啊！我哋最後一次講啊，我最後一次㗎啦嚇，你再癲我都唔會跟住你玩㗎啦咁樣。呢個係一個好好嘅回應。咁有陣時我諗喎，唔係話我哋嘅回應好或者我哋嘅做法好咧，我哋會一定處於不敗之地。有陣時個對手亂嚟咧，都係幫我哋處於不敗之地。其實你而家睇到咧，特朗普咁樣嘅做法咧，即係令到好多佢嘅盟友叫做即係敬鬼神而遠之而且最重要，佢唔敢將所有嘅雞蛋都放喺你嗰度。嗱，呢樣嘢其實我哋係睇到日本咧係一個都幾典型嘅一個例子。而家美國咧係非常之希望咧有一個國家可以做個板，可以同佢最快嘅簽署呢個咁樣嘅一個新嘅貿易協議令到其他國家就參照呢一個版本亦都俾大家睇到我美國嘅底線就其實就係咁高噶啦你哋唔好諗住攞我着數。美國老實講，佢環顧而家四周，能夠可能幫到佢即刻好快地簽到呢一個貿易協議嘅咧，相信佢自己認為係日本。大家都知道啦，80年代廣場協議，其實嗰陣時日本咧基本上就係被美國咧就搓圓撳扁毫無還手之力嘅。咁佢希望照翻80年代呢個咁嘅劇本，再次嘅將日本搓圓撳扁。但係日本今次咧，首先就係講啦，嗰個首相啦，首相嘅角色係好重要啦佢相對嚟講係比較強硬，又或者比較聰明啲。佢而家直頭係講啦，我唔急於同你美國達成呢個咁嘅協議我覺得佢講呢一樣嘢咧，最大嘅底氣嚟自邊度咧？係嚟自中國亦都嚟自佢自己本國嘅國民，即係日本人。大家睇到好多喺日本網上嘅一個言論，大部分嘅日本民眾儘管佢係對華唔友好嘅一啲網民係我係唔中意中國㗎，但係我覺得中國今次敢於向美國說不，敢於同美國對着幹，其實係一個好好嘅典範。日本應該去學咁嗱，即係呢樣嘢咧，比石破茂咧，我諗係一個叫做加持嚟嘅，即係民眾希望個國家，希望個首相係敢於向美國說不呢樣嘢係令到佢即係叫做有啲授權，我覺得即係雖然係非正式嘅一個渠道，即係網上面嘅留言，但係我相信佢係有考慮入去。另外一樣嘢，當中國說不嘅時候，大家睇到對中國嘅傷害係乜嘢先？大家睇到似乎唔係大家開初以為即係中國都會頭破血流喎即係同美國叫做對着幹嘅時候當時估喺中國可能即係都會有少少代價會付出喎。而家睇下係唔係咧？似乎美國付出嘅代價都唔細喎。咁即係對於日本嚟講，佢仲更加想用時間去印證呢樣嘢，係中國嘅強硬其實係對於中國長遠嘅利益係有好。呢個利益嘅好，我覺得俾日本有兩個參考價值。第一就係佢對美國，佢唔需要太軟弱，佢都可以向中國學習，係可以強硬。第二，
你日本都係一個出口導向嘅一個國家。當你向美國說不嘅時候，你一定要叫做抱第二個嘅大腳啊，確保你自己嘅經濟係唔會受到傷害，甚至乎可以持續嘅發展。如果當中國向美國說不之後，中國嘅經濟依然能夠強勁嘅話，咁即係對於日本嚟講，呢一個中國嘅經濟係能夠俾佢下注落去嘅啊！咁我相信佢喺度等，所以石破茂點解講我係唔急於同你美國達成協議？我相信佢係嚟自呢幾個因素啦。咁而家對於日本嚟講咧，佢係買時間。第一，佢又要佢唔可以話我唔理你，我唔派出代表團同你傾，唔得，因為大家都知道日本同美國嘅一種咁嘅特殊關係啊，佢又係戰敗國，佢又唔可以咁明目張膽地說不嘅啊。咁佢有啲嘢佢要需要同美國啊要做戲，你都要咁做啊。另外一樣嘢就係包括喺台灣問題上面，或多或少你都要同美國係保持住同一個方向啊，而換取佢自身佢認為嘅安全啊。呢樣嘢我相信佢都會繼續做，但係佢喺度買緊時間。包括美國今次話要同你傾嘅，除咗關稅問題，仲有對日本嘅一個指控，就話你操縱匯率嗱。美國話我要同你傾呢兩樣嘢，其實你負責呢兩範嘅官員都應該要嚟出席會議嘅。點解佢淨係一個貿易代表係嚟咗，但係對於嗰個叫做負責匯率嘅財政大臣加藤勝信咧，係冇同行嘅喎，係反而係話4月底喺另外一場會議再嚟過，係有意嘅。我覺得日本係有意嘅買時間，拖延時間，唔想咁快同美國達成協議，因為佢知道如果佢係第一批或者係第一個同美國達成協議嘅話，個條件將會非常非常差，佢唔想成為呢一個代表作。嗱，如果我就講啊，日本係用緊拖字訣啦，拖住先。咁其實你覺得日本採取呢個拖字訣咧，到底啱定唔啱啊？今次咧美日或者日美呢個關稅談判咧，日本採取嘅策略咧，我覺得係非常之正確㗎。非常之正確咧，我覺得咧係真係睇穿咗美國嘅底牌。因為咧，你求其用個膝頭哥諗都諗到啦，喺90日之內要同全世界130個國家傾貿易協議，根本上係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嚟嘅。呢個係絕對係已經係唔使有咩質疑嘅。同時咧，美國咧都好精，佢先針對幾個同佢嘅主要貿易夥伴，其實佢第一個傾係同以色列傾㗎，但係以色列同美國得100幾億嘅貿易額係不可以等量齊觀嘅，所以根本上咧係喺美國心目中係睇呢啲國家係唔起嘅，所以佢其實最在意係同邊個咧？同中國，中國又唔蘇佢，又企硬，又同佢硬剛。第二咧就歐盟，歐盟又係同佢硬剛，跟住咧日本咧就同佢係拖字訣，所以呢幾個國家係最大嘅貿易夥伴，同埋係最實質對佢影響最大嘅。你如果傾唔掂嘅話，其他其實都冇乜意思㗎，即係好坦白講。所以咧，日本都睇到美國根本上就係鱷魚頭老襯底，根本上傾落去咧都係得個吉字。而且咧，日本人咧心中都有個咧情意結係好興嘅，有3件事。頭先傑哥講咗一個匯率問題，第二個咧就係關於咧今次咧呢個特朗普咧，首先係請咗呢個石破茂去咗美國，石破茂當佢面講係我支持你，你令美國再次偉大，你要製造業返美國，我要使幾千億美金嚟幫你。點不知一個屈美十佢返咗去之後咧，都係照舊同佢徵24%嘅關稅，令到石破茂喺國民面前咧係好冇面嘅。所以佢有個説話咧，石破茂甚至講咧，特朗普咁做法係日本嘅國難嚟㗎。即係講到國難咁嚴重咧，所以可見咧，石破茂嘅心中或者日本有啲人嘅心中係幾咁興嘅。所以今次咧，其實咧雙方，我覺得美國又好，石破茂又好，喺談判之前係各自喺度做緊好多動作，喺度放緊啲話。14號喺日本議會嘅辯論之中咧，石破茂就批評咗呢個特朗普嘅關稅政策。佢話：我完全清楚，迄今為止發生嘅事情可能會擾亂全球經濟秩序。第二咧，你睇下24%，同埋咧再加
美國對全世界徵嘅10%嘅基準關稅，仲要向佢嘅汽車徵25%嘅關稅。你睇下日本嘅汽車出口對美國嚟講咧係最重要嘅一個貿易貨品嚟嘅。你加埋埋，咁叫你點樣生存啊？所以日本人先至成個彈起。咁講到日本咧，其實我哋講少少歷史啦。其實我哋知道日本係戰敗國啦，兩粒原子彈食咗落去之後咧，美國又派咗馬亞瑟將軍去到做呢個日本嘅太上皇啦，連日本天皇都要奉獻一個日本好出名嘅女星嚟做馬克亞瑟嘅女朋友，全世界都知道啦。到馬克亞瑟翻入美國之後，拍攞呀走人，呢個已經成為一個笑話嚟嘅。咁呢幾廿年，包括你頭先講嘅廣場協議，今年啱啱40年，日本人呢啖氣點吞得落啊？而且長期俾你好似小弟，長期俾你撳喺地下摩擦，我點都會揾個機會嚟發作一下。包括日本嘅民眾唔中意中國還係一回事，但係見到中國嗰啲小紅書又好 TikTok 又好，日日喺度調侃緊美國，調侃緊特朗普，幾多短片啊，調侃緊美國呢個副總統萬斯，大家見到都好笑啊！包括美國、日本、韓國嗰啲電視台嗰啲播音睇到啲片咧，都忍唔住笑咗出嚟。所以可見咧，美國幾咁乞人憎，即係可以講。特朗普幾咁乞人憎，包括佢呢個團隊，所以咧日本先至有咁嘅底氣同你頂咯，同你拖咯。所以我哋見到咧，其實咧特朗普咧係專登喺呢個美日貿易談判之前咧，就又係佢個自己個社交媒體發文啦，就話日本今天會嚟協商，包括關稅、包括軍事開支同埋費用同埋貿易公平，宣布自己將一起出席，希望可以達成一些什麼對美國和日本都很好。嗱，我都唔知佢講乜，但係佢好精嘅，佢又將呢件事打包拉開嚟講。嗱，你今日唔同我講呢個關稅線，我就同你講埋匯價同埋有原匯價，同你講埋軍事費用喎。啊，你冇話你一年俾幾廿億，即係俾美國駐軍嘅費用，你仲要加碼喎。啊，仲要叫日本要加到佢個 GDP 幾，其中大部分要奉獻俾美國，所以可見啊，當然呢個美軍駐喺日本係日本嘅造業，佢而家係報應，呢個冇得講嘅。但係咧呢幾廿年來，尤其係呢個沒落的日本呢40年來咧，其實日本人心中咧可想而知嗰種憤怒咧，一下子通過今次嘅談判咧就發泄咗出嚟。所以而家咪慢慢睇你點死咯，你急我唔急，所以今次咧點解呢個特朗普喺會談之前咧，仲要專登揾呢個日本嘅代表，呢個日本經濟再生擔當大將赤澤良正咧去白宮入邊？佢其實兩樣嘢，兩個咪第一個嚇你啊嘛，即係一定係警告佢，同埋叫佢企喺側邊。而家將好似小弟我坐喺度。我係老細，你係小弟，一企喺側邊，佢最終侮辱人哋係咁啊！即係你係小弟企喺側邊，或者你坐喺對面係坐張好細嘅凳、好矮嘅凳，呢個係佢慣常嘅做法。其實人都睇穿睇透，你其實都係一個好冇水準嘅人嚟，好冇禮貌嘅人。即係可見咧，呢個亦都係美國嘅悲哀嚟嘅。結果頭先我哋傾到咧，日本對美國咧係採取一個拖字訣啦。咁歐盟又點咧？其實而家環顧全球咧，我覺得美國嘅關稅大棒咧，佢最傷嘅邊個咧？最傷嘅歐盟。即係我成日覺得歐盟咧，佢而家心裏面一定係諗咧，就係我啊對你痴心一片啊，你啊當我乜乜乜啊，即係好典型嘅一個例子。因為可能對於歐盟嚟講，喺情感上面，佢哋梗係覺得同美國啊都係白種人啊，同文同種嘅。或者甚至乎我咁講，佢哋寧願受美國嘅少少氣，吃少少虧啊，都唔希望由一個東方人、東方強國去領導世界。嗱，呢個係佢哋最唔能夠接受嘅。但係而家美國嘅做法咧，就已經係超越咗佢哋嘅底線啦。即係我願意吃少少虧，唔代表我願意吃很多虧。啊！呢個虧多到而家，佢又覺得係唔合理嘅，所以大家睇到就包括馮德萊恩即係在內嘅歐盟嘅領導人或者個別嘅歐洲國家，
都有一個好大嘅轉變，包括佢哋認為對於美國佢哋要留一手，唔可以過度嘅去遷就美國，唔係你美國開出嚟嘅任何條件我都要接受。大家都睇到歐盟佢哋最關心嘅就係一個俄烏衝突。點解俄烏衝突到而家特朗普你開初要競選美國總統嘅時候，你講咩啊？首先如果佢做當時唔係拜登係佢做嘅話，根本就唔會俄烏衝突啊。所以佢話如果佢翻去做總統嘅話，一日內就可以禁停呢個俄烏衝突㗎啦。而家事實咧已經咁耐啦，同埋佢最新嘅講法係咩啊？如果再冇進展嘅話，佢唔再去同你哋做協調啦。嗱，你哋自己繼續啦，我唔會理啦。喂，呢個係一個好唔負責任嘅一個做法。嗱，如果我哋將歐盟啊，一個歐洲國家同美國，你成個以北約嘅呢個角度嚟睇，你係唔應該咁做嘅喎。打你應該一齊打啊！即係如果你講呢個北約嘅話，你而家既然人哋即係叫做揾你做大哥出嚟做協調人，哦，你而家協調有咗困難啦，你又講我唔可以成日同你周圍飛，周圍開會，到後來乜嘢結局都冇，我唔理你哋啦。喂，呢個係唔係一個作為大佬應該有個態度？即係其實你都幾傷歐盟嘅一個心嘅嚇。咁另外一樣嘢就係歐盟點解而家佢會覺得中國嘅態度係值得借鑑，或者甚至乎話佢哋有啲嘢係偏向咗嚟我哋度，希望同我哋重新建立一個好嘅經貿關係啊！我哋唔好講政治先，好嘅一個經貿關係。首先去睇到就係喺俄烏嘅衝突上面，中方嘅態度由始至終係話和談，而且個和談嘅時候，歐洲係參與方。嗱，呢個係我哋一直表態嘅嘢。美國嘅做法就希望我就直接同俄羅斯傾，就冇理歐洲，冇理歐盟事。嗱，呢樣嘢係歐洲國家，我諗係好唔能夠接受嘅。歐洲已經叫做肉搏咗喺前線，亦都俾咗咁多支持俾烏克蘭。你而家好啦，即係講真叫分配利益啦嚇。我通俗啲咁講，分配利益嘅時候你又冇我份，你叫當時嗰啲歐盟領導人啊，情何以堪咧？所以人哋睇到你即係特朗普唔係一個可信嘅人，同埋以歐盟同你美國一個咁關係密切嘅一個貿易伙伴，你而家係無差別地加佢關稅，咁令到歐盟咧佢哋都叫做不得不防，亦都唔會話客氣地唔留一手。尤其是當佢睇到中國嘅反制措施，除咗喺關稅上面同你叫做對着幹之餘，非關稅嘅領域，包括我哋令到美國而家好頭痛嘅就係我哋對貴重金屬嘅一個禁止出口許可證制度啊，令到美國嘅產業想發展嘅時候，包括佢嘅汽車工業也好，半導體產業也好，佢最需要嘅，尤其是我哋就講個稀土資源咯，令到美國係十分之煩惱嘅。咁亦都俾歐盟一個借鏡，就係原來你除咗關稅，我都可以用咁嘅方法嘅。所以而家歐盟已經係醖釀緊，用緊類似嘅方法，對於一啲你美國所需要嘅歐盟嘅一啲，或者甚至講不可取代、不可替代嘅一啲能源，歐盟都會落閘啊！即係唔係俾你美國咁容易得到？我相信成個氛圍就係你歐盟對於美國，即係你美國先不仁，而家歐盟都學咗，我亦都不義啦。我唔需要對你係過分嘅友好啊！我覺得最重要嘅一個因素就係我哋嘅國家嘅態度，令歐盟意識到唔係你任何事你黐住佢，你就係好嘅啊！如果你係咁樣講啊，你而家又唔準我哋同大陸做生意啊，荷蘭嘅光刻機唔準賣俾大陸。但係你另一方面你又唔同我做生意，你又要高關稅，唔同我歐盟做生意。咁我歐盟要同中國做生意，你又話你唔準賣呢光刻機俾佢，你叫歐盟點算呢？我同你做你又唔俾，我同佢做你又唔俾，咁我要唔要生存？我諗呢個事情而家去到發展到咁樣呢，特朗普嘅無差別待遇係令到歐盟係醒咗啊！我諗未來咧，歐盟唔會即係叫做眯埋眼，
凡美國説嘅都係對。我諗呢一種咁樣嘅情況咧，可能唔會再發生。嗱，勇哥我就講咗歐盟同美國一啲叫做最近嘅摩擦啦。喂，如果我哋又從歷史即係推翻前少少講，嗱，你啊對歷史研究比較多啦，你係點樣睇歐盟同美國呢一種咁樣嘅摩擦又好，呢種嘅淵源也好，到底佢哋兩者之間係點樣造成今日嘅一種咁嘅關係咧？美國咧同歐盟之間嘅關係咧，比美國同日本嘅關係仲更加複雜。因為咧，美國人咧好多人都話佢係昂薩民族，其實我覺得唔係，佢係好雜嘅，佢嗰個血統好雜嘅。我舉個例子啦，而家呢個特朗普咧，佢其實血統佢係德國血統嚟嘅，同埋咧，其實喺美國所謂獨立嘅戰爭之中咧，其實佢第一任嘅呢個華盛頓咧，其實係一個渣男嚟嘅，根本上都唔識打仗嘅。佢點樣打贏佢個以前嘅宗主國英國咧，係靠法國人嘅，所以先至點解美國有一尊呢個自由女神像，就係當時其實咧喺美洲大陸咧，喺個新嘅殖民主義者咧，其實係英美之間喺度競逐嘅。最早期西班牙、荷蘭退出之後咧，其實就係英法兩個喺度競逐嘅。最後咧先至嚟咗好多德國嘅移民，所以其實呢個民族咧係好雜嘅，美洲大陸。包括美國啦，係非常之雜嘅。你話昂薩咧，其實我覺得係好多人誤解嘅。其實而家你睇，就算美國隔離嘅加拿大，仲有魁北克係完全係講法語嘅，法語系嘅。所以國際政治咧，我哋要知道個歷史。所以我點解好中意睇世界史咧？因為世界史就顯現咗呢個世界政治經濟格局嘅變化，係同啲人種嘅遷移同埋以前嗱嗰啲戰爭啊、戰亂啊有關嘅，嗰啲殖民史有關嘅。所以我就覺得咧，今次咧呢個美國同歐盟之間咧進行談判，其實係比日本仲早嘅。其實佢係14號已經談判啦。當時咧就由呢個歐盟咧分管呢個貿易同埋經濟安全事務嘅歐盟委員會嘅委員叫做謝夫喬維奇，同喺華盛頓就同美國商務部長盧特里克同埋貿易代表格里爾咧傾咗2個鐘頭，但係會談結果係點咧？就話呢個謝夫喬維奇咧就佢話對美國嘅立場咧係一頭霧水，而且都唔知道美國佢真正談判嘅意圖，所以可見咧其實咧喺呢個談判之中咧，可能都係各自表述。而且咧，可能美國講嗰啲嘢咧，係根本上同貿易無關嘅，可能拉好多咩俄烏戰爭，我哋又點樣計數啊？可能你又俾咗幾錢，我又俾咗錢，你哋又精啦，你哋係當呢個借錢俾烏克蘭，我啊笨啦，我啊俾咗3000億喎，咁呢條數點計？點樣拆掂佢？但係咧，姑勿論點都好咧，其實呢場俄烏戰爭就正激化咗，將美國同埋歐盟之間嘅矛盾咧，完全顯晒出嚟，可以咁講。就以前咧就大家遮遮掩掩，因為可悲的話咧就係話歐盟咧喺呢幾十年咧得出咗一個默克爾，但係其實咧喺呢幾十年中仲有好傑出嘅政治領袖，包括德國、包括法國、包括呢個希拉克啦、科爾啦、斯萊德啦，呢啲都係好傑出嘅總理同埋總統。其實佢有自己獨立自主嘅思考同埋能力，同埋喺國際上嗰係得到人哋尊敬嘅。但係近呢10幾20年，你就算呢個美國呢個法國總統真係擺唔上台面嘅，成個我唔敢講啲冇有説話，都唔知係男人女人嚟嘅，係嘛？個老婆又大佢係佢老師嚟嘅，大佢20幾30歲嚇，即係覺得好亂咯，覺得而且你對美國真係根本上係當你係一個小弟，搓圓撳扁。即係舉個例子啊，俄烏戰爭佢炸咗2條油管，呢個連德國 A 都唔敢 A， 係對德國影響最大嘅。美國炸咗油管之後咧，佢點咧？佢就賣我賣俾你嘅油氣咧係4倍嘅價錢，我賣俾第二度，我係4倍價錢，同埋賣俾自己嘅盟國，所謂盟國啊。所以其實呢條數咧，歐盟其實個心入邊咧覺得好委屈㗎啦，但係只不過係冇機會發泄。所以今次你美國同我談判慢慢傾咯，即係你咧美國同歐洲之間，大家互相都好多嘢揸喺個對方嘅手度。我舉個例子咧，其實咧美國咧針對呢個歐洲嘅半導體同埋肉品嘅進口，因為歐洲嘅肉品係好出名，啲美國出名，
歐洲歐盟都好出名嘅。所以目前咧，美國已經對呢個約值3800億歐羅，即係折合4320億美元嘅歐盟嘅產品已經加徵咗關稅。哇，大佬啊，你已經成條數，你已經立咗，中國已經收入農莊，點解還擊咧？再加上你頭先講，仲有嗰種仗就未打完，你而家美國又撒手不管，係你前任呢個拜登搞出嚟嘅喎，而家你又唔收拾啦，你又拍拍籮柚走人，所以歐洲咧到而家呢一刻咧，其實咧我覺得有啲迷茫。好彩咧就出現咗個燈塔，個燈塔就係中國。所以而家點解馮多良咁反華嘅政治人物，佢都最近都對中國都釋出誠意，好似話11月都要訪問中國。即係可見咧，其實歐洲而家係揾唔到方向，但好彩咧有中國呢個救命稻草出現咧，所以佢比較放心啲。所以佢最近亦都釋出一啲好好嘅善意，例如咧，佢對中國電動車原本要加徵35%嘅關稅啊嘛，最近已經講咗啦，唔使啦，最近我哋唔加關稅先，由中國你自己定價，我哋之間傾一個定價，唔好賣得太平啦。歐洲其實呢樣嘢對中國都好嘅喎，我哋中國而家已經大量嘅呢個電動車等住出口，其實有個歐洲可以賣貴啲價錢，即使喺歐洲賣平啲咧，冇以前咁即係賣貴少少咧，其實都係比中國係價錢高好多嘅，其實對中國都有好處嘅。傑哥啊，最近我都留意到一單新聞咧，就係呢個晶片製造商咧，呢個輝達嘅行政總裁一個黃仁勳咧，就即刻飛咗去北京咧，進行呢個好特別嘅一個訪問。你覺得佢此行想達到啲咩目的咧？其實就唔好話日本也好，歐盟也好啊，開始對呢個特朗普啊叫做唔耐煩啊，都開始有兩手準備。其實美國內部都有留一手或者有第二方案啊，準備定後續嘅事態發展啊。你睇而家美國佢其實對中國嘅嗰個叫做芯片嘅出口，我覺得都係一種叫做非關稅嘅貿易障礙嚟嘅。嗱，我要同你做生意，你係整咁多關稅，好啦，我要同你賣嘅嘢，其實你美國都係設置障礙嘅。你而家我哋其實你美國可以俾我嘅嘢，老實講，飛機已經唔再係我哋必須嘅嘢啦。嗱，你以前波音飛機係，而家你睇我哋夠膽同你波音啊，即係叫做你當玩嘢又好，點都好，我哋夠膽咁做，我哋嘅底氣嚟到邊啊？嚟自我哋919已經超過1000架飛機嘅訂單。呢個係令到我哋有底氣同你美國嘅波音產業 say no 嘅。咁但係對於芯片嘅製造，老實講，我哋必須承認我哋仲有啲距離。嗱，儘管我哋呢1-2年發展得好快，每次你美國對我哋邊度要捏住我哋條頸嘅時候，我哋就喺嗰度有突破，我哋會即係叫做發展得好快。但係我哋都承認，我哋而家目前嚟講都仲係有少少距離。但係大家要留意最近呢1-2日發生嘅事，就係英偉達嘅 CEO 黃仁勳48小時訪問我哋國家，去咗北京，去咗上海，而且係同好高層嘅官員正式嘅一個叫做會面。呢樣嘢釋放出一個好重要嘅信息，就係其實人哋對你特朗普政府係非常之不安。人哋作為一個企業主首先佢係一個美國嘅一個企業，佢唔想違規，佢想所有嘅事情係合規。係咪？呢樣嘢佢冇辦法，你更唔中意特朗普都好，佢定落嚟嘅規矩，佢而家仲係呢個國家嘅領導人佢可唔可以做4年我唔知啊。但係呢一刻佢定嘅規矩，你違反咗你就違規，你就會面臨一個好大嘅被罰嘅一個風險。所以黃仁勳嚟到中國，我諗佢最希望做到嘅嘢就係話喺現有嘅狀況之下，佢想生產一個芯片係符合中國市場需要嘅。其實而家佢俾中國市場嘅 H20芯片咧，其實老實講係已經被閹割咗嘅，即係唔係一個咁高端嘅一個產品，但係都俾美國而家再次嘅話呢個出口要管制，要有出口許可證。咁對於黃仁勳嚟講，佢如果而家失去咗中國市場，佢將會永遠失去中國市場。點解我咁講咧？佢如果唔嚟，好啦，中國俾你咁樣禁止之下，你唔好忘記，中國始終係 AI 而家同美國叮當碼頭，而且好快我哋將會超越美國，我哋成為最大嘅一個用戶。如果你黃仁勳你唔賣嘅話，我哋將會用我哋自己嘅能力
高速發展替代品，到時造成嘅損失，甚至乎呢個市場冇咗嘅時候，損失係邊個？損失嘅係你黃仁勳，係咪？所以佢而家嚟做嘅就係話，我為咗確保我呢個市場嘅持續，第一向中國釋出善意，第二佢都講上海係一個好好嘅研發基地。點解佢不斷嘅釋出善意？佢希望喺現有即使兩國關係出現分歧動盪嘅時候，佢希望都能夠叫做喺夾縫中佢能夠生存到。所以大家睇到佢嘅到訪，佢而家釋放出嘅一個訊息就係佢真係對美國而家嘅一個叫做政策係非常之不安。嗱，我唔敢話不滿，係不安。佢希望可以確保佢嘅企業唔會失去中國一個咁大而咁重要嘅一個市場，所以佢嚟到中國進行一個企業嘅外交一個訪問。另外我都要睇到一個好重要嘅信號，就係英國嘅商業貿易大臣呢個雷諾茲即將亦都會有訪華嘅一個安排。嗱，呢一個亦都係一個好重要嘅信息。大家知道英國同美國嘅呢個關係咧係比歐盟更加密切嘅。歐盟同美國係比唔上英國同美國啊，因為呢兩者嘅關係太密切啦。點解英國都釋放出一個咁嘅信號？人哋對你特朗普真係好驚，你特朗普啲嘢變嚟變去，而且一種無差別嘅待遇，大家睇到嘅，人哋唔係傻嘅，係咪？你今日點樣對人啊？可能呢一刻你對我英國還可以，下一刻冇人知，所以人哋都釋放出話，喂，我想同呢個中國我哋再傾傾我哋嘅一個貿易安排，而且佢哋講中國非常之重要，呢個同以前保守黨政府係完全好大嘅唔同啊！你變咗佢同中國嘅咁嘅貿易互動咧，係開始重新翻嚟。最重要嘅，大家唔好忘記一樣嘢，中英嘅經貿聯委會嘅會議咧，其實喺2018年之後咧就一直冇開到啦。即係兩國嘅一個叫做高級別嘅一個經貿有關嘅一個對話一個會議已經係斷咗。而家喺呢個時間點，喺特朗普發癲嘅呢個時間點，重新嘅開啓嚇，有機會大家再嚟傾。我相信呢一個信號，大家睇到。當然有人話啦，喺英國呢個染仔，大家要小心。中國唔係傻嘅。你英國首先你落注落少少嚟我度，亦都睇到你第一你對特朗普冇信心，第二佢唔敢得罪美國。喺同中國嘅溝通之中，佢亦都會將呢個信息去俾翻佢老細俾美國嘅。中國會知嘅，但係中國咪一樣繼續透過你話俾美國聽嘅事情，咪透過你英國話翻俾美國聽咯，完全嘅冇問題嘅呢樣嘢。英國你自以為你一個聰明，當然啦，你做咗幾百年嘅狐狸係咪？你都好狡猾大家都知道。但係唔好忘記，中國都做咗5000年嘅獵人對付你呢個狐狸咧，我哋係綽綽有餘嘅。勇哥，我哋就講咗歐盟啦、日本啦、英國啦。我哋就講到好似特朗普就冇朋友咁樣，但係意大利嘅靚女總理咧就去咗美國喎，好似同特朗普都幾 friend 喎。你係點樣分析下？我想講呢幾日一個外交嘅花邊新聞，就係呢個意大利總理咧去訪問美國。咁我哋都見到好多新聞圖片啦。咁我覺得今次咧呢個會見咧係渣男見狼女嘅一個會面嚟嘅。因為喺同時咧都有啲新聞畫面咧，就見到呢個梅朗尼咧同馬斯克兩個眉來眼去咁啊，即係呢個當然係國際政治一個花邊。但據聞咧，今次梅朗尼咧去訪問美國咧，就係利用特朗普呢個渣男咧，尤其好女色呢個渣男咧，就使咗一計呢個美人計，即係叫個女士去同佢即係進行呢個說服呢個特朗普，希望咧。即係美國同歐盟呢個貿易談判咧，可以進展得比較順利啲嘅。所以其實咧，今次咧梅朗尼訪問呢個美國咧，其實唔係傾呢個美國同意大利之間嘅關係，完全係跳脫咗呢樣嘢。咁中間傾咗啲咩，我哋唔知道。表面睇就好大家嘻哈諗諗錫錫嗰啲背後嗰啲咩，我哋唔清楚。但呢個當一個花邊，但係透過呢個花邊，亦都係見到咧而家歐盟一個困局嚟嘅。歐盟咧其實一直以來咧就係視美國為一個
即係可以再堅實嘅盟友，包括埋連接埋呢個北約啦。咁啊，北約咧呢個都係我覺得而家已經成為一個怪胎嚟嘅，因為北約我哋都知道咧係冷戰時期嘅產物啊嘛。咁啊，對手都已經散咗啦。呢個華沙公約點解仲要留低喺度咧？其實當時咧雙方都各自盤算嚟嘅。喺歐洲嚟講咧，佢覺得可以慳翻好多防務嘅費用。即係呢個都係好事實，所以點解美國而家講嘢咁大聲咧？其實咧都係歐盟自己自作自受嘅，因為當時我哋見到咧二戰之後咧，就好似歐盟咧全部都係躺平嘅，即係國防啊各方面都由得美國去冇，包括你而家最高峰嗰陣時咧，美國喺德國駐軍有6萬幾，而家唔知我諗最少都有3-4萬啦。咁啊基地由得佢用啊，包括擺埋核武器喺度。即係包括德國應該係戰敗國啦，冇得好講啦。咁啊，但係咧就顯得佢自己冇自主性啊！即係同戴高樂時代同英國以前呢個丘吉爾時代嗰啲話，即係你話扮嘢又好咩，佢都最起碼都顯露緊自己嘅骨氣啦。咁而家啲炸人咧就全部都係即係蝦邊蝦將嚟嘅，所以有時我哋見到呢個所謂德國嘅國防軍咧出嚟操兵咧，睇完之後都好心噏。高高矮矮，全部即係好似行出嚟嗰個陣容，即係如果你同北京天安門廣場嗰啲軍樂隊啊、嗰啲儀仗隊比咧，根本上咧佢真係幼稚園都不值嗰種狀態啦。所以可見咧，其實美國今時今日點解對歐盟咧呼呼喝喝啊，歐盟都唔敢出聲咧，係因為好多都係佢自己造成嘅。呢個貿易戰打到呢一刻為止咧，佢哋突然間都諗到中國啊！其實中國嘅出現咧，其實唔係始於今時今日。歐洲同中國之間嗰種關係咧，第一非常之密切，唔使講。第二咧，其實歐洲同中國之間咧，佢成日都揾中國着數嘅。即係我舉個例子啦，即係頭先你傑哥講到英國啦，英國啊真係一個渣男嚟嘅呢個國家。當年我哋國家領導人去訪問咧，英國女王咧曾經用金馬車就車我哋國家領導人，結果咧一個為咗攞呢個4000幾億嘅一個訂單咧，佢就可以俾你坐金馬車，但係咧我哋領導人翻到國內之後，佢就開始喺出邊放聲，即係類似最近嗰單萬斯講中國係鄉下佬一樣，就話佢根本上唔想俾我哋坐金馬車，即係可見呢個國家根本上係冇誠信同埋卑鄙無恥嘅。即係我頭先用渣男講咧，可以話咧係非常之貼切嘅。但係咧到今時今日咧，我哋國家其實係好靈活嘅，我哋唔會因為以過往咧嘅事情咧，即係而打亂咗我哋嘅外交步驟。其實我哋而家都好醒嘅，即係好似你頭先話黃仁勳咧，其實黃仁勳咧冇幾耐之前美國先至宣布啫嘛，唔俾佢賣即係所謂降級嘅晶片，即係你頭先講嗰個晶片係專門為中國生產降階嘅晶片。嗰個晶片咧喺3秒之中，如果佢感應到你進行學習嘅話咧，佢係將你自動停咗佢嘅。所以可見其實咧呢個晶片咧，其實對中國嚟講咧係你話好定唔好咧，其實都係打個問號。但係咧佢今次咧黃仁勳嚟到中國咧，第一係為咗佢市場咧，當然佢嘅利益啦。美國唔俾佢賣呢隻降階嘅晶片，佢都損失1880億美元，呢個係現兜兜嘅，佢自己都認咗嘅。佢將來咧，其實佢最想喺中國就組成一個研發團隊，直頭咧話中國直接研發、直接生產，咁你美國又冇得講。但係特朗普又好醒喎，今次又唔懵喎，今次出嚟咧就讚呢個黃仁勳係一個愛國者嚟嘅，佢對黃仁勳訪問北京咧，佢非常之放心。即係好似人哋話跌落地都揦拃沙，即係可見今次咧呢個關稅戰咧，其實咧大家各自盤算，其實咧就好似做緊一場大戲，係幕幕都係好精彩嘅。傑哥啊，今集時間差唔多，不如我哋講到呢度先。呢集我哋講到呢度先，我哋下個星期再見啦。最後記得訂閱我哋屈機 TV 嘅頻道，留言讚好同埋分享俾身邊嘅朋友。我哋下集再見啦！